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咁又到咗今日2025年11月9號星期日，咁今日咧沙田馬場咧有10場嘅賽事，咁我哋就亦都係介紹今日第10場嘅賽事，咁呢一場嘅 tips 咧，我哋就揀咗呢一隻遙遙領先嘅，咁希望大家鍾意呢一隻遙遙領先，咁我哋先重溫翻佢上一次跑過第二，咁喺呢個10月1號當時跑嘅呢個1400米賽事啊，咁當時咧就啱啱輸咗俾呢個健康愉快，啱啱後追不及，咁一個身位嘅啫。好，我哋先去片睇下佢上次嘅跑法。好，咁一出閘啦，咁佢就喺呢個大約都係比較唔係咁後嘅位置啦，比較中間嘅位置啦。咁呢度就暫時而家開始微微上前，而家都係喺大約第5至第7位度。呢度咧就啱啱咧準備啊！嗱，而家準備去到，而家去到呢度絕對有利位置啦，喺個第2位啦。嗱，呢度你啱啱輸半個身位，追唔到，啱啱喺個內欄啊，喺個內欄嗰度。嗱，黃紅衫嘅潮州精神亦都追上嚟，差都跑過第4。呢場咧就啱啱半個身位輸咗俾呢隻健康愉快。我覺得咧，佢今次嚟講咧，呢一隻遙遙領先咧，今次應該係3甲非常之穩嘅馬嚟嘅，所以希望大家鍾意我今日提供呢一隻貼士，第10場呢一隻遙遙領先，拜拜。